感谢平安。平安。后礼拜咱就要庆祝圣诞，迎接耶稣基督降生，来到咱要举行圣诞的赞美礼拜。我毋知咱兄弟姊妹伫即个抬杠节中间准备好，啊，这欧美世界抬杠节是咱顶回讲4个礼拜日，总共1个月时间来准备耶稣基督的圣诞。后礼拜咱就要进入啊。 即个礼拜3，咱就要去养护中心，甲遐个行动较无方便的遮个时大长辈，甲伊三甲伫遐报伊庆祝圣诞的好消息。拜5、拜6，咱有2场即个大场的中秋会仪馆来参与即个拜5暗的即个市内的报佳音，拜6的即个庆祝会对面迄个广场的所在。礼拜日咱教会举行圣诞赞美礼拜。后来咱。 即礼拜中间有真侪遮有关圣诞节的遮个活动。今早起咱要伫咱的主日礼拜中间，咱要三下想，甲圣诞耶稣基督降生有关周围的遮个人物中间，有个人有角色，但是咱伫圣诞节的时阵，诚侪咱伫遮来思考，用无共款的态度来迎接圣诞的时阵，会发生的效果是啥？ 耶稣基督，这婴仔的耶稣，甲伊孩童的时阵，耶稣伫圣经内面所记载的事，咱拢看，拢非常无平凡，就是拢非常特殊。婴仔耶稣甲囡仔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有真侪咱料想袂到，咱拢真注意耶稣成长过程中遮。咱嘛看去讲，圣诞节的时阵，来调戏耶稣中间。 所发生的事嘛真特殊，因为咱圣经讲着讲，有人千里迢迢要来找耶稣，伫这个找耶稣的过程中间，嘛会发生连续一寡这个事情。所以即摆伫咧找求耶稣的过程中间，通常有真侪代志，拢会发生伫迄个找耶稣的人的身上。但是即摆你是找耶稣的人吗？圣诞节要到，你敢是找耶稣的人？ 真正找耶稣的人，伫伊的身上会发生真侪你料想袂到的事。今早起咱要来三角来看，伫耶稣出世的周围中间，一个真了紧的角色的人物，就是博士。伫因的身上中间，咱要来思考，这人因所发生所拄着，甲咱今仔日21世纪的基督徒，咱要接近圣诞的时阵，咱的情景、咱的心境，甲因有啥物无相关？ 首先，咱要三角来想，这个博士因要来找耶稣，对一个真遥远的迄个角度，要来找求耶稣。圣经内面无甲咱讲，这个博士对什么所在来，甲咱讲，当来博士，当来博士。所以马太第2章的第1节来讲，当迄王的时，耶稣已經出世伫猶太的伯利恆。 有幾若個博士對東來到耶路撒冷，有幾若個博士對東來到耶路撒冷。請問有幾個博士？有人講3個，我細漢的時陣攏一直感覺是3個博士。我攏去互迄聖誕卡片害着，聖誕卡片，外國的聖誕卡片，就是常常為3個博士，啊摕3個禮物，就是一個黃金乳香物料，所以呢，迄個卡片就為3個博士。 伊細漢一直感覺講啊，迄博士就是3個。有一工主任老師甲講，到底是幾個博士的時陣，就注意看聖經講，啊聖經原來就無講3個博士啊，就是現代人哦，甲咱誤導去。聖經講，幾若個博士？對倒位來？對東的所在，什麼所在？嘛無甲咱講詳細，無記載甲真清楚，就是真遠東的所在。有人咧講，可能是對頭波斯。 東邊迄個所在來遮個人，總是也無真正的證據，就是知影伊對真遠的所在。當然，迄想看嘛，真遠的所在來，絕對毋是敢若3個爾。聖經講幾來是正確，因為迄個來的過程中間，一定愛食，愛有人甲伊三角鬥陣，摕行李等等，絕對毋是敢若3個人。聖經咧講就講，遮個博士因要來追求耶穌。 千里迢迢真遠的所在來，
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台语圣经咧讲的朴素，毋是咱所了解，甲因当做学位。啊，朴素是今仔日咱咧讲的学位，就是圣经咧讲的迄个，咱台语咧讲的即个朴素，伊毋是咱咧讲的迄个学位。伊应该正确的理解是一个啥物款人？朴学之士。圣经的原文是叫做 magic， 就是啥？就是专门咧研究气象。哦，伊看星就知影大概即个世界发生啥物代志。古代有即种的人，专门咧研究气象遮个人。所以你要看现代中文的迄个现代符合本的圣经的修订版、新版的出版的圣经，过来就是新译版的圣经。最近这2、3年出的圣经，的中文版的圣经已经无甲伊讲朴素啊，拢要互伊转去原文圣经伊的名正确的名称叫做气象家，就是这人是咧研究气象。古人的气象家，因对东方的所在来，要来创啥？要来庆祝圣诞。你要参加耶稣的降生的庆祝圣诞。啊，照咱今仔日的理解，就是安尼说。这个气象家因研究气象嘛，知影讲有一粒星出现，这个世间的确要有一个无共款的代志发生，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王来降生。这个研究气象啦，伊大家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成立这个所在，伊感觉爱证明这件事，爱实践这件事，所以因伫这个顶面，因真理无因为知影这件事来满足，伊感觉爱去认捌这个要出世的这个人。要最王的这个人，所以伊就比班千里迢迢对因家己本乡的所在来到耶路撒冷城，伫遐要找寻耶稣。咱咧讲的这个计划是听起来是真简单，总是咱若是讲迄个时代的交通遮无方便，伫遐遮尔歹的中间，伊要对遐尔远的路途，然后过程中间因还佫有大，还佫有食，还佫是细字。风吹日晒，经过沙漠、崎岖的山岭，用迄种的交通工具，为着要啥？为着要来探求，迄个要出世的王到底生做啥物款？我要三甲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欢喜庆祝。这个人来，毋是干咧庆祝的，因有炸礼物嘛，拄仔讲有炸啥礼物？黄金、乳香、物料。炸这礼物毋是来交换礼物哦。今仔咱来教会来讲，照点清下来，来炸礼物来，就是要交换礼物。因炸礼物毋是要来交换礼物，炸礼物意思就是要来伫敬拜中间来献互这个神圣哦，要出世要做王的这个啊。因的心内明白是安尼说，所以因已经心内有真强的迄个决心，真坚定的意志，知影过来，因着拄着啥物款的危险甲困境，总是感觉这拢毋是问题。我若会当证实这件代志的时阵，阮所找到的人，拢会感觉所有的付出拢有紧啊。贝利伫倒位啊？贝利伫耶路撒冷的南边的所在，6里，讲远无讲近嘛无介近，所以这个东方的博士要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来追求这个名啊耶稣。发生一件代志，照东方人的了解。王是出现伫王的世代里面，对不对？王的出世是表示伊的老爸嘛是王。东方的安尼，咱中国大陆嘛是安尼生，敢是？真正东方的国家，迄个王是世代传承的，老爸做王，囝就做王，囝咱搁传到孙，拢一直做王，所以迄家伙拢会做王安尼。迄东方的传统，所以东方的博士来到这个所在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因就想讲，迄个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伫倒落，要去对问这个代志。他已经来到这个所在，要去对问，啊，东方就是讲王因囝伊就做王的啊，王因孙嘛是做王啊，啊，这个要出来做王的囡仔，安尼问啥？咱就去问王啊，上清楚啊。所以安怎去找希律王，去找希律。伊遐甲伊问讲，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位啊？我要来去拜伊，因为我伫东看见伊的字，无代志，问着全代志。本来希律王嘛毋知影即件代志，本来规个城人毋知影即个代志。迄秘书讲对南非有来一个人来咱
来咱台湾这个所在，选去总统府，问总统府内底迄个马英九总统讲，过来要做总统的人伫倒位啊？你想会去看无去丢的代志？徐立王听到这，对当面来朴树甲伊问讲啊，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位？我就是王啊！你佫甲我问讲犹太人王是出世要伫倒位啊？所以徐立王非常的紧张，嘛真惊尔。规个城人拢知影讲，哎呀，有一个王要出世。通城人照圣经讲，通城人拢去互即个问题啦，摇叮当。到底有够有影？即个王要来，先知有影。徐立王行了，紧甲所有人拢叫过来，甲迄个祭司头甲金马师傅讲，啊有影，即件代志也无。这人甲徐立王讲，照先知有言讲的，即个王要出世伫别个地方，是出世的。问题是。这件代志是对一个无信耶稣、无信主的外邦人，对远遥远的角度来到这个所在的人嘴所出的，一个唔捌耶稣的人要来遮找耶稣，讲到底迄个耶稣伫倒位啊？像你即摆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好的问题。然后无信主的人已经知影这件代志，就是信主的，这个百姓、犹太这个百姓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全城的人，这个宗教家，因拢唔知这件代志。所以这个问题真做引起所有的人拢真感觉真着惊。朴树带来一个意外的困扰。这个朴树呢，甲这犹太人关系，犹太人无影响这个朴树，主要是这个朴树已经去影响到整个犹太全国。迄个紧张带来到后壁，有真侪这个谋杀，或者计谋，所以当朴树要离开。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希律王就甲朴树讲：，哎，你去找，你若知影讲耶稣出世伫倒位啊，啊，你就爱去恁转来甲我讲，我通去拜伊，我通去拜耶稣安尼。表面上是安尼讲，但是圣经互咱知影讲，这个希律王，若知影这个算数了，是要去拜耶稣，就是要去杀耶稣。当然朴树毋知影这件代志。朴树是讲好安尼好，我若知影去探听到耶稣降生伫倒位了，我就等来甲你讲。所以朴树就离开耶路撒冷。圣经讲，当这朴树离开耶路撒冷了，迄个刺，佮突然间出现，佮开始甲因指点。所以这朴树对远来敢有早导航，有啊，伊有早导航。上第一刺就是伊的导航。所以离开耶路撒冷开始要去离行的时阵，迄个刺那个突然佮出现，然后甲因讲伫倒位啊？所以伊就到伫变行的所在，伫遐找到耶稣，找到玛利亚。伊除了圣经讲，这朴树就拍败耶稣，就将伊的礼物已经传真久，而且礼物拢伫迄个所在献互婴仔耶稣，完成一摆庆祝圣诞。安尼庆祝圣诞结束了，物件礼物嘛献了，较要紧的哦。今日咱要讲的是，礼物献了，庆祝圣诞了，啊要安怎？咱若伫教会庆祝圣诞煞了，过来要怎？爱转去也免，哎呀，转去也免。不管咱庆祝外头这个庆祝，咱嘛是爱转去，我们要回家，不是吗？这场庆祝圣诞结束。所以，伊来转去。这朴树用真长的路途遥远来遮庆祝圣诞，嘛看到耶稣，因要转去。我要讲的开始重点是这个所在，有真侪圣诞庆祝了要转去的代志，要转去的路在发生。啊，对细汉，就是教会中间，伫遐参与教会的真侪圣祝庆祝活动，到伫做新学生。伫新人伊嘛参加真侪遮大场的圣诞的庆祝表演，我家己本身嘛做迄个记者甲主角，然后做牧师，伫教会嘛看真侪所有的庆祝圣诞，非常侪摆数十摆的经验，就是圣诞庆祝、圣诞赞美礼拜结束了后，大家要转去的时阵，
你想伫倒个，大家拢咧讲啥？那请咱来回忆看下。每一摆圣诞庆祝了，转去，大家伫倒个，也是转去到厝了，拢会讲啥物话题？今仔日迄个诗班，啥物人？迄唱咪，应该唱咪唱毋着，搁升半音，吼，走音。今仔日迄表演迄乐手，叫伊爱举拐啊，都无举出来，就冲出来，吼。啊！你玛利亚穿甲迄布的，你敢袂看的？我家己要表演过圣诞节目，我嘛捌看过真侪圣诞的表演节目，圣诞节中间，嘛听真侪有关圣诞节结束了转去，大家咧讲的是话题，拢咧讲啥？讲今仔日圣诞表演节目内底遐个内容都了突切，倒一个诗班上唱了叫噪音去。放炮！圣诞节，你过圣诞节拢是咧过，转去了咧讲送突切、送噪音嘛。数十年来，毋捌听到伫圣诞节了转去了有人讲啊，今仔日的圣诞节我感觉，是耶稣的降生，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动，我甲伊连结。因为耶稣请，所以我敬拜一个中心点。今仔日赞美礼拜，我体验到，伊影真正，伊出世来请做我的救主。几十年了后，毋知参加过几百场的庆祝活动，将来都毋捌听过有人安尼回了我。转去厝里，大家咧常就是遮个检讨。今日庆祝圣诞了，都有遐突切的所在。迄就是咱久长咧过圣诞节了的精神，走抓去，走抓去。今仔咱要转来看，咱的圣经咧甲咱讲，这个博士伊来参加第一摆人类历史第一摆圣诞庆祝会了，转去发生啥物代志？圣经无甲咱讲真清楚，总是咱要伫即个所在三甲来做阵探讨。第二项咱要讲的，博士带一个灵命提升的即个精神。对因家己的所在，咱较意向的就是博士献礼物，总是咱今仔要伫即个所在甲咱讲，咱来将焦点放伫博士安怎来，博士安怎来。你有注意到这段圣经？你看下一摆，你有去注意到讲博士安怎来，博士安怎转去？咱台湾的人一句话讲，你哦物件牵咧行，你拢毋知。你互啥物人牵咧行，你拢毋知。今仔咱要伫即个条所在用台湾人一句话来讲，这个博士互啥物人牵咧行？互鼠牵咧行。伊要来找耶稣，伊若无互鼠牵咧行，伊要哪找到耶稣？然后伊哪转去？这个博士互人杀咧走。互鼠牵咧行，互别人杀咧走。咱来看12节的圣经，安尼甲咱讲起即件代志。12节咱今仔所读的12节安尼讲，讲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点，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，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，就对别条路转去本所在。伊可能看到即12节的圣经，你有啥物特别的感想？原来博士安尼来，安尼去，拢是上帝咧带领啦。通过鼠，通过网，然后带因到因家己要转去的所在。互因知影，即个庆祝圣诞要转去，嘛是上帝带领。总是呢，圣经甲伊讲你毋通行共款的路，转去要行别条路，你袂使搁转去希律迄个所在，要行别条路转去。保全耶稣是一个非常要紧。因为今晚你就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看见，一个真正找耶稣的人，伊的道路会改变，伊的生命的道路会改变。你信主了遮尔久啊，做基督徒嘛遮尔久啊，你的道路还阁要维持较早安尼。较早咧做的代志，信主了你嘛是即马阁咧做。较早去的所在，你即马嘛是安尼继续咧去。较早的价值观，即马嘛是安尼嘛。
安尼无算伊找到主耶稣。一个找到主耶稣，亲像这博士共款，伊找到主耶稣了后，伊的道路会改变。主会甲因讲，你著爱改变道路，毋是头前来的道路，你转去的道路会改变。我咱伫即个所在重新来思考这件事。博士因还未出发，还未到伫必然看到婴仔诞生，我想伊心内有真侪想法。到底这婴仔生做啥物形？要来做未来犹太人的王，生做啥物形？伊的个性是安怎？伊老爸老母毋知安怎吼？然后我看到伊的时阵，我毋知会当接受无。哦，行下两个路去嘛，我若看到这个婴仔，看到这个新生王，是我袂当接受的款式甲形象时，要安怎？我想伫因的心中的确有真侪这问题。总是当伊看到婴仔耶稣了，礼拜了，献礼礼了，要离开了，伊心灵的把助，心灵的提升，因是无信主的人，总是看见因的敬虔带予伊另外一种心灵的提升。你感觉安尼有够个啊？有够个啊！这段千里迢迢路途无白行。你是向咱要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搁看见就是博士，毋是单单带到一个心灵提升来转去伊家己的厝，那是搁看到一个改变价值观念这种心境转去家己的厝。这博士来到必利营的时阵，看见这婴仔耶稣竟然出世伫一个遮尔朴素的家庭，这伫阮东无共款的，阮东的王的囡仔出世拢是伫王宫，这耶稣婴仔出世伫遮尔朴素的场所，安尼拢是一遮尔卑微的所在，这是一个世间的客馆内面咧饲头生仔的所在，然后困的所在是啥？是互牛马羊咧食饲料。饲料做呢，遮尔卑微的所在，这是超出遮个博士因的理解。东的君王出世是安尼生，就是真荣华富贵的款式。无即种人困伫迄摇篮，迄摇篮是铺油啦、铺丝啊、处理。这个婴仔耶稣竟然用布包着尔，哇，伤简单啊吧？博士来到必利营了，有真侪因的想法拢无共款。啊，这婴仔的老爸是一个目睭，是伊的义父，是安怎无生伫个耶路撒冷这个大都市，啊，生伫个必利营这个所在，遮尔远较。对这博士来讲，伊的价值观来改变。原来君王无一定是出世伫王宫。君王嘛会当遮尔朴素，要食做犹太人的王，会当遮尔即种的款式，啊，因的价值观念开始改变。圣经甲咱讲温柔人要承接土地，性命的免流，毋是要享受遐个喙官威的人。伫即个时代，咱咧庆祝圣诞，咱看见遐无信主的人，伊咧庆祝圣诞的方式是开钱，用节目，用体力。来强调这个圣诞节期，互人印象较深刻。总是欠一项，无用到心灵的目睭来看的元素，认为第一个圣诞节的迄个意义，甲迄个心情，这是一个足可惜。总是咱看见博士要转去了后，伊有一个改变价值观念的心情无共款。伊转去家庭了后，就发现到这个敬拜。互伊带来真侪无共款的收拾。最后一项，咱要看见讲，当博士要转去的时阵，佫有带啥物？带一种惨名，带一种巧气，一种心境甲心情，等于家己斗。因为安怎？而且博士认同真正会看伫因敬拜迄一个婴仔耶稣，因认同者。咱的台语的圣诗的80首美调。第30个歌词安尼讲，讲细细的城市必利营，河顶庄严，河顶安静，天空未听真鸣，人来主奇妙纷飞，想使咱正人类。世界罪恶满世界，救主降生赎罪。
凡若谦卑接纳基督，就会得到大福。圣诗84首的这个美调歌词，圣诗通常咧强调歌词的意思，比强调歌曲较强。这首圣诗84首的歌词是先有歌词再有曲。这个歌词是美国一个牧师叫做 Philip Brook， 这个牧师，少年的时阵，伊要去经验圣诞节到底是一个啥款的圣诞，所以有千里迢迢对美国，到伫以色列，到伫伯利恒的所在，特别伫圣诞节，去伯利恒伫遐行，看耶稣出世的所在。去啊，圣诞节了后，伊搁伫附近伯利恒有一个小间的礼拜堂，伫迄个礼拜堂中间参有一场的礼拜。伫迄个礼拜中间，伫遐敬拜主了，有一个真大的感动。伫迄个圣诞的迄个礼拜堂的敬拜，会感觉真安静，会感觉真充实。所以有一个感动，伊转来到美国了后，伊写将即个圣诗的80首，就甲迄个歌词拢写出来。感觉写即个歌词了，当互兄弟姊妹当伫圣诞节的做阵来唱。当伊写好了，讲啊，无曲要怎唱？是有歌词，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，拢有写这个歌词出来，所以就交因教会司去，讲你甲我即条歌，圣诞节的歌，甲我写做谱，我歌词拢写好来，你甲写做谱，毋嘛毋当互大家唱。后来就成做一首诗。我特别爱甲即个诗的歌词念出来，原因内底有几字伫遐讲世界罪恶满世界，救主降生赎罪。凡若谦卑接纳基督，就会得到大福。写了菲利普·布鲁克斯这牧师，伊伫圣诞节伫伯利恒迄个所在，遐参加一场的遮尔安静的一个敬拜了，伊有即个心境，伊感觉迄个谦卑的领袖，迄个敬拜，迄个出世的耶稣基督，都互咱的上界大福气，就是你的心有一种的敬拜啊。人类上第一大上界大的敬拜，就是即个博士。去伯利恒找到耶稣，去拜圣诞庆祝会，无变魔术，无魔彩，无主餐，总是你看去，当遐个博士要离开，返去家己的厝了，足大的修行，迄个见证，迄个敬拜，带互因的感动。总是今仔日即个世代，咱的庆祝已经真多元啦。庆祝会内底还有变魔术、魔彩、主餐啥物货，总是这刷了，咱转去时阵，你看看咱转去落咧讲啥？咱转去咱家己的厝咧讲啥？讲甲耶稣基督出世无关系的代志。这是就是伫一个圣诞跟现代圣诞节无共款的所在。咱需要个定心看见这博士来做这种业务，咱会当知影到底。这个博士是安怎会认同耶稣？因为感觉这个耶稣是牵引因的敬拜，一个婴仔哪有啥物了不起？阮着千里迢迢，早一个宝物物件来到这个所在，因为感觉伊是牵伫受敬拜，所以阮的付出无算心。弟兄姊妹，咱要讲，当咱真正用心甲灵伫主的面前来敬拜的时阵，迄个出世的婴仔要互你得到心灵上的一个满足，甲一种的喜乐。然后，当这结束了，你转去你家己的厝，转去你家己的公司上班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到一个庆祝圣诞了，带予你全新的一种的体会，认同迄个耶稣，认同迄个耶稣，迄个高贵伫你的心中。后礼拜咱要庆祝耶稣，感谢。一礼拜咱用安尼三角提醒，牧师甲你问，你敢准备好？后礼拜3礼拜结束了后，你转去厝，请你唔通袂记牧师来提醒。你转去厝了，你若要讨论圣诞节的代志，你讨论是，你开喙会先讲啥？毋嘛毋是牧师，他拄仔所分享，塑造未来，除了教会所有的庆祝会、赞美礼拜煞了，咱转去厝里讨论迄种甲耶稣基督真正心灵的敬拜有关系遮物件，咱拢已经放进去。互咱重新搁转来到这朴素的心情，提醒咱，每一摆圣诞的时阵，
咱咧思考。我哋这是几年前，咱就已经是目主，咱就已经超找主啊。总是你家己的道路是毋是有改变呢？主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甲咱讲，照主本身所讲，伊就是道，是真理，是活命，无通会伊袂当到别迄个所在。安尼的时阵，咱咧过圣诞的时阵，咱就爱做头前咱家己，互咱比。无论圣诞节是庆祝会，是报佳音，有魔彩，有变魔术，唱歌赞美。你也无倒转来讲，真正平静迄个圣诞，你的心中迄个圣诞节，才是真正的圣诞节。安尼你才会反映着救主耶稣基督甲你的关系。为伫圣诞节的时阵真空虚，为伫这个圣诞节过了，等于你讲去上班的时候，你讲哦甜到死，真正圣诞是连接伫你的内心，你真正伫这个中间敬拜。你主在诚侪你的主，放心啊，大家祈祷。感谢有大疼痛的主，咱的上帝。你伫人类还阁活伫沉沦、黑暗、罪恶的过程中间，你就看见阮人类的苦痛，你欢喜找见你的圣囝耶稣基督。来成做世间上上介好的礼物，陪阮人类有一个瓦壳，一个意望，一个溃烂提升，还脱出迄个罪恶，脱出迄个困乏。就感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互我今仔日台湾这个土地所有的人，用爱会当听见救主这个福气，这个消息，嘛要诚侪阮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顶面，一直伫遮。来讲袂尽的一个故事。主后礼拜我们迎起救主降生的这个好的消息的一个节日。主阮还阁真侪遮同事朋友、亲人无信主的，伊可能捌听见圣诞节，总是因可能毋捌耶稣。主阮需要透过这个节日，甲保佑。总是当阮咧庆祝备办遮尔无用的过程中间，阮袂使背失去。阮敬拜耶稣这个心思，阮袂使将福音报互别人，阮家己失落福音，互阮会当清楚知啥事阮的庆祝，所有庆祝了后，阮会阁转来到伫原点，就是阮用安静、敬虔伫主的面前，阮献上阮的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阮的心思意念，伫上帝你的面前。阮真正过着一个有意义的圣诞，主愿你帮助阮，无限伫这段时间过头无闲到，阮失落迄个圣诞意义。这段时间阮所锻炼的时光，阮所备办、所筹备的这一切，为着要应当主你的圣名，互遐个迷信、无信主、捌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的人，因为这个好消息，会当明白上帝你的角度中间。愿主你垂听阮，然后阮所做的这样得到上帝的纪念。加倍馈来伫阮的心上，感谢你通过安尼，互阮清楚知影，圣诞节了，阮要转去家己的厝的这条道路顶面，阮有啥物通改变？阮已经准备好了，也诚侪阮上界大细致的提醒，愿主你保守阮，祝福阮这段时间的平安，愿主感谢基督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